的士台唔該，有冇師兄見到厲鬼，使唔使排隊啊？呢一刻厲鬼。島仔碼頭啊，上環貓狗都需要增援，少量增援。元朗啊，西鐵站綠色要求增援。的士台想問下獅子山公路向呢個九龍方向係咪有交外？快線貨車自炒，收到，唔該晒。通返㗎啦，翻緊綠啫。唔好意思啊，細佬初入行啊，我想問下咧，綠的需要增援，我哋紅的係咪真係可以接佢啲客㗎？你中意咪接咯，得㗎。不過紅的司機要求增援，要求乘客增援喎。顧名思義，綠色的士需要增援，即係綠色的士有警，紅色就唔關你事㗎啦。紅色的士要求乘客增援啊！收到收到，唔該晒唔該晒，好運好數啊師兄。